那上一堂课呢，我们主要呢是讲到说大因果的部分，就是在社类学课本第125页。那这边就讲到说，上一堂课是讲完了说建立大因果，然后讲到说能做即具有同类与相应，片形并异熟许因为6种。那就讲到说呢有6种因。那上一堂课呢就是概略的呢介绍了这6种因。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那什么叫做能作因呢？那接下来呢就解释到说，一般而言呢，其中的能作因呢它是没有性相的，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能够加一个以某个东西为基础的话呢，比如说以瓶子来说呢，那就会有瓶子的能作因，或者是呢以柱子来说呢，就有柱子的能作因。但是能作因它本身呢是没有性相的，但是你只要加了某个东西之后呢，那就会有某个东西，那这个某个东西，比如说加了 A 之后，就有 A 这个东西它的能作因的性相。那在俱舍论里面呢，就是世亲菩萨呢所造的俱舍论里面呢，就有提到一句话呢，就提到说，除了自己之外的他者呢，就是称之为是能作因。那透由俱舍论的这一句话呢，所以这边就阐述了那什么叫做瓶子的能作因呢？那这边讲说瓶子能作因它的性相是什么？就讲到说与瓶子为异，与瓶子为异质，又不碍于瓶子升起的同位呢，就是瓶子能作因的性相。那这边呢就分为2个部分，就第一个呢，它就是要瓶子呢它是直异的，就是它们呢并不是相同的，并不是同一质，它们是质相异的，并不是质一，而是质相异。那第二个呢又不碍于瓶子升起，那第二个又不碍于瓶子的升起，就是它不会障碍瓶子的产生。那这边的同位呢，就是交集。那交集的意思呢，就是它具备2个条件，就是你要是瓶子的能作因的话呢，第一个呢，你要跟瓶子呢它是直异，那第二个呢，它不会障碍瓶子，又不会障碍瓶子的升起。所以呢，假如说与瓶子为异质，又不碍于瓶子之升起的同位呢，就是瓶子能作因的性相。那我们这个放绳呢，就比如说是放柱子，因为第一个呢，柱子它和瓶子二者呢，它是直异的，因为它们并不是直相异，它们是直相异的。然后柱子呢，它又不会障碍瓶子的升起，所以它同时符合了第一个与瓶子为异质，然后第二个呢又不障碍于瓶子的升起，所以它是属于这2者的同位，也就是这2者的交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柱子呢，它是瓶子的能作因。那我们呢，就先来讨论第一个呢，什么叫做与瓶子呢为相异，就是与瓶子为异质。那什么叫做与瓶子为异质呢？那我们这边就以金瓶或是银瓶或是铜瓶来说的话呢，它们呢并不能称作是瓶子的能作因。为什么呢？虽然说它符合第二个条件，就是它不碍于瓶子的升起，它虽然具备了就是它不会障碍瓶子的升起，但是它并不符合第一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要与瓶子呢为异质。那与瓶子为异质的意思呢，就是与瓶子呢它们是直相异的。那为什么说它们与瓶子呢并不是直相异呢？因为它们与瓶子呢是直相依的，是直一的。那这个直一的意思呢，就是表示说它们跟瓶子之间呢是属于自性一的。为什么说金瓶、银瓶跟铜瓶呢，它跟瓶子是属于是自性一呢？因为呢它们是属于瓶子的别相。那这一点呢，我们之前在讨论总相跟别相的时候就已经提过了。你只要是这一法的别相的话呢，那你一定跟这一法呢是属于是自性一。那如果是一定是属于是自性一，那在这边呢又是属于是直一的部分。所以呢，他们金瓶、银瓶跟铜瓶呢，虽然具备了第二个条件，虽然说它不会障碍瓶子的升起，但是它并不符合第一个条件的缘故，所以金瓶、银瓶、铜瓶等等这些瓶子的别相呢，它就不可能会是瓶子的能作因。那至于第二个呢，又不碍于瓶子之升起的同位呢，或是不碍于瓶子升起的交集，那这个我们可以放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放是破坏瓶子的锤子，或是打碎瓶子的这个锤子呢。虽然说打碎瓶子的这个锤子呢，它本身呢与瓶子它是直相异的，但是呢它并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因为它破坏了瓶子的升起，因为它把瓶子打破的缘故呢，所以它符合第一个条件，但不符合第二个不碍于瓶子升起的同位呢。所以第二个所要断的呢，就是说
打碎瓶子或是敲碎瓶子的这个锤子呢，它就不能放在属于说是瓶子的能作因。所以呢，在世亲菩萨呢，他所造的俱舍论里面呢，就提到说，智之外的他者呢是能作因。那以瓶子来说呢，就是除了瓶子它本身之外呢是能作因。那这个呢是讲说，就是在安利能作因的时候呢，我们一个就是安利说，一个是真正的瓶子的能作因，跟还有是安利的瓶子的能作因。那真正的瓶子的能作因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它其实并不是说除了瓶子本身之外的呢，都能够当做瓶子的能作因。因为这边就提到说呢，要成为瓶子的能作因呢，它要具备两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它与瓶子呢是直相异的。那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不障碍瓶子的升起。要具备这两个具备这两种原因呢，才能够称之为是瓶子的能作因。所以呢，俱舍论这一句话，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就是除智之外呢，皆是能作因的这一点呢，是字面上的意思。但如果我们用意思去解释的话呢，就表示说能作因呢，它其实还是要符合两个条件的，并不是说所有瓶子之外的东西呢，都能够称之为是瓶子的能作因。那在讲完了就是瓶子能作因的性相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就提到说它可以分为就是有功用的能作因与无功用的能作因这两者。但是我们在讲说分为有功用的能作因跟无功的能作因这两种分类呢，它是属于是生存之门的分类。那什么叫做生存之门的分类呢？就是有功用的能作因呢，它是瓶子真正的能作因；那无功用的能作因呢，它并不是瓶子真正的能作因，所以称之为是生存之门的分类，也就是就是我们在一般讲说，就是它能分的时候呢，分为两种，但是这两种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呢，并不能够真正算是瓶子能作因的缘故，所以称之为是生存之门的分类。那所以呢，这边呢就想要说。他举例到说，那什么是有作用的能作因跟无作用的能作因呢？就讲到说，诸事物呢皆是出者，那诸常法呢皆是次者。就提到说，一切的无常法类呢，它都是属于是有作用的能作因，那常法呢都是属于是无作用的能作因。那为什么说事物呢，就是无常法呢，都是属于能作因呢？因为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它的定义里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要与瓶子呢，就是以这一法呢，它要是直译的。那既然提到它是直译的话呢，那既然提到直这个字呢，就表示说它一定是无常法才会有直。所以呢，你只要具备第一个条件呢，与宝瓶为直译的话呢，那它一定是属于是无常的范围。所以就提到说，一切的事物呢，它皆是有功用的能作因，因为只要是有功用的能作因呢，它就要是真正的瓶子的能作因。所以你只要是真正瓶子能作因的话呢，它一定要是符合于跟瓶子呢是异质的这一点，所以呢，它一定是属于事物这一类。那所以常法呢，它就属于是无作用的能作因。那第二个呢，诸常法呢均是次者，就是说一切的常法呢，它都是属于说无作用的能作因。就比如说我们以常或者说以所知来说呢，它皆是瓶子的无作用的能作因。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只要瓶子有功用的能作因呢，和瓶子的能作因二者呢，它是同义的，因为只要是瓶子的能作因呢，它一定是瓶子有功用的能作因。因为只要是瓶子能作因的话呢，它一定是要具备与瓶子为异质，然后呢又不障碍瓶子瓶子升起的同位，那这个呢，它就一定会是瓶子的能作因，那也一定是有功用的能作因。所以呢，像是常法或是所知这一类呢，它是属于瓶子的无功用的能作因。那既然是瓶子无功用的能作因呢，那它就一定不会是瓶子的能作因，它只不过是安立为瓶子的能作因之外，它并不是真正瓶子的能作因。那为什么说会安立它是瓶子的能作因呢？那就是俱舍论里面刚刚讲的俱舍论里面所讲的呢，就是除了自己本身之外呢，就是能作因这一点的缘故呢，因为经论里面有如是的提到，所以把它安立为能作因之外，它并不是真正的能作因。那为什么会这样分的原因呢？就提到说，俱舍论所提到的呢，因云除智于能作，就是我们刚刚所解释的部分。因为呢，俱舍论里面讲到说，除了自己之外呢，都是能作因。那因为有了这句话的缘故，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分为说是两者。
分为两个，就是有功用的能作音以及无功用的能作音。那有功用的能作音呢，它本身呢就是和瓶子，就是瓶子有功用的能作音呢，跟瓶子的能作音二者呢是同义的。那只要是瓶子无功用的能作音呢，它就一定不会是瓶子的能作音。那这个主要是就是呼应了这一句舌论所引的这一句，就是除字就是除了自己之外呢，其他呢都称作是能作音的这一点。那在句舌论里面，它就是包含了就是有功用的能作音，也就是真正的能作音，以及说无功用的能作音，就是名言就是安立为名能作音之外呢，它并不是真正能作音的这两类的缘故，所以才会提到说句舌论里面讲到说除字于能作。那以上呢，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六音里面的第一个呢，就是能作音的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第二个音呢，就是讲到说句声音。那句声音的性相呢，就提到了说互相同时，亦是异质。所以呢，我们在看到说互相同时，然后又互相是异质的时候呢，我们就表示说，你要成为是句声音的话呢，一定是两者，这一定是两个以上的东西，就是提到说他们彼此呢是同时的。那除了同时之外呢，他们又不会是一定是相异的，这两者一定是异的。为什么是异的呢？因为他们呢一定是异质，就他们的质呢是相异的。所以呢，在第一句话里面呢，就包含了两个条件，就是第一个呢，它是互相同时存在，第一个就是所以提到说互相同时。那第二个呢，就是异是异质，除了互相同时存在之外呢，那这两者呢，他们要是质相异的。所以在第一句话呢，就包含了两个部分。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就是那以哪两者来说呢？以瓶子跟事物来说的话呢，它二者呢并不符合就是句声音的条件。为什么说瓶子和事物两者并不符合句声音呢？因为呢，虽然说它符合第二个条件，就是不障碍互相升起，就是它瓶子跟事物二者呢，它彼此并不会障碍彼此之间的升起，但是呢，第一个条件呢，就是互相同时，亦是异质这一点呢，它并不符合。为什么呢？就是瓶子跟事物二者呢，虽然说它们是可以同时的存在，但是它并不符合异质的这一点，是表示它们的质呢，并不是相异的，它们是质一的。为什么呢？因为瓶子呢，它是事物的别相，就是瓶子和事物二者呢，它们是别相和总相的关系，所以你既然是它的别相的话呢，就表示它们两个的值呢会是一样的，并不会是相异的。所以呢，瓶子跟事物这两者，它虽然符合了就是第二个条件，并不会障碍彼此之间的升起，但是呢，它并不符合第一个条件，就是互相呢是异质的这一点，它并不符合，所以瓶子和事物二者呢，它就不会是句声音。所以呢，就以瓶子和事物来说的话呢，它们彼此呢并不会是句声音。为什么呢？虽然说它具备了第二个不障碍互相升起的条件，就是呢，瓶子呢它并不会障碍事物的升起，那事物呢它也不会障碍瓶子的升起，但是呢，它并不符合第一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讲到说互相同时，亦是异质这一点。那瓶子跟事物二者呢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但是呢，对于说是异是异质这一点呢，它并不符合。为什么它并不是异质呢？因为就像刚刚所讲到的，瓶子呢它是事物的别相，那既然它是事物的别相的话呢，那瓶子跟事物二者呢，它就是体性一的。那既然是体性一的话呢，它的值呢必不会是相异，它的值呢就一定会是一。所以呢，就这边可以判定呢，瓶子和事物二者呢，它并不会是句声音。那至于说句声音的性相，它所放的第二个条件呢，是要断除什么呢？就提到说，又不障碍互相升起。那又不障碍互相升起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以比如说在一个地方之上的冷或热，或者说呢像是乌鸦跟鸽子之间，或者说呢瓶子和打碎瓶子的锤子呢来说的话呢，虽然说呢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冷和热二者呢，它是互相同时，那它也是直异的，它们彼此之间的值呢是相异的，但是呢，它是会互相障碍彼此之间的升起。那
冷干热为什么会说是同时呢？就是我们并没有办法判别呢，到底是先有冷还先有热，所以一般呢，冷热我们说是同时是存在的，所以呢会提到说冷热呢，它彼此之间呢是同时，那它同样呢，它也是异质，它们的值呢本身是相异的，它们并不会是值相。并不会是一样的值，它们的值呢并不会是同一的，所以呢它们是值相异。但是呢，它并不符合第二个条件，就是它并不符合又不障碍彼此互相升起。就比如说在一个点之上呢，冷和热二者如果说比较冷的话呢，那热的力量呢就会消失；那比较热的话呢，那冷的程度呢就会减缓。所以呢，它彼此呢是互相障碍彼此之间的升起。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冷呢并不是热的具声音，那同样呢，热也不是冷的具声音。那同样呢，像刚刚所举的，就像瓶子或是打碎瓶子的锤子这些等等呢，因为它是有障碍的缘故，所以它算符合了第一个就是互相同时，然后异是异质，但是它并不符合第二个不障碍互相升起，所以呢它就不符合同位的这个条件，所以呢他们彼此呢就不能称作彼此是他们是彼此的具声音。那所以呢，那这边以举什么例子来说呢？它彼此呢是属于具声音的呢？那这边就讲到说，比如说同时升起的四大，那我们就以瓶子来说呢，就是聚合瓶子的这个四大，就是把瓶子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四大呢，那它们彼此呢是同时升起的。那同样的呢，在俱舍论也有讲到说，具有互为果，就是因为它们彼此之间呢是具声音的缘故呢，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呢，也可以称之为是彼此之间的果。就像刚讲的，比如说瓶子之间的四大呢，他们彼此互为彼此之间的具声音，所以他们同样呢也互相为果。就提到说 A 呢，它如果是 B 的具声音的话呢，那 B 呢它就会是 A 的具声果。那同样呢 ，B 是 A 的具声音的话呢，那 A 也会成为 B 的具声果。所以他们只要彼此是具声音的话呢，他们就会彼此会是有具声果的一个具声果的这个条件会同样的产生。不过呢，在这里呢所讲的就是具声因跟具声果呢，它本身并不是属于真正的因果，它只是安立为因果之名之外，它并不是真正的因果。因为在佛教的四部宗里面，不管是从一切有部乃至于到说应成派呢，他们彼此之间不管是哪一派呢，一定是承许说，只要是因果的话呢，它一定不会是同时成立的。所以在这边讲具生因跟具生果的时候呢，只是把它安立为因果的名词之外呢，它并不是具备真正的因果的这个作用，因为它们彼此呢是同时产生的。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到说，这里所讲的具生因跟具生果彼此呢，因为它们是互相同时存在，然后又不互相障碍彼此互相升起的缘故，所以把它安立为具生因跟具生果之外呢，它并不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那今天呢，我们就先上到这边。